會運總做咗幾十年，鋪來鋪去，和死死次次，和因會想辦法，你好唔好啊？我好，我而家我建議呢公婆，佢即刻可以係萬眼面，咁你啫喎，我即刻係麻煩佢，將政府紅外運總後搖後者嗌價。你半徑水過百過嘅佢，呢個婆過佢會俾過，換款中學而激咗政府會俾嘅夫婦。